今天我们那么多人坐这个车啊。对，给他叫你不敢说的话，我们得爷爷。看到，俺自己给他弄一个。边上是罗亚的妹妹，那边是罗亚，后面是大姐和她妈妈。Det deres gennem de gisulula, det gennem nej til det simpelthen narko gennem. Malti. Malti det le chul. Mal, det malti det la ko. La kema. Tu ngada era. Uya, kina. Det la ko ngada. 等一会儿有空的话，我可以给你看看视频嘛，我拍的。好。但是雅致村的我没做好，没有办法编好的。因为里面不够嘛，那你们全部走了，没有了。你们没有人了嘞，只有参加老婆的人吧。那不好吗？不是不好，一个人没意思嘛。对。拍一个人能拍什么嘛？对。对不啦？对。我编了一个藏北的，那个尼玛县的，然后编了一个有人吧，有一点点。村没有移动的或者电信的那个，江南地区过江南多了嘛？江南。你这军装买的铁杆子，这个老个人了嘛？这从江去开始是个江南个，希比萨的，江南小镇那里的城镇是嘛？啊，就国小了，就小镇给东西回来的，啊，这我去吧。不知道呢，快学东西。长假现在到那个珠穆朗玛去了，打冰川去了。去了还个叫老人跟，但是不叫老人跟你有啥的？你没来，你可比一年这边的真的像吗？7年多了。啊，你知道吗？你上海有老婆和孩子吗？上海没有。没有。啊？那在哪里呢？是？在外国。外国。笑什么？怎么了？外国了嘞。啊。外国了。不是给就进这个嘛了。不了。这个干嘛？不是什么了。怎么了？你外国的话怎么说啊？说一个听听。说什么你啊？我说。我要说一个，你叫什么名字？ What's your name? 最近过得怎么样？ How about your life? It's good or not?
知道吗？那我们聊天啊，不要给你老公说啊，没事，说了的话麻烦了。没事。没什么事，你老公想的多得很，你知道你老公的，我也知道的，他们告诉我的。他们谁？你不知道的，那我谁告诉你的？我不说。我没老公。我这里认识的人多得很嘛呢。没有那么正经。我这个村子不多，这个村子你老公是很好，人很好，想的多得很，知道吗？真的吗？真的，人好的很嘞。什么事呢？是这天晚上。去我那些家庭，阿拉上一次我先把电动这玩意真不了，你知道吗？我飞机来了，我看你们家里没人了，一个人没有了，飞机在你们家门口飞的。哇塞！哇塞！你那么看？真的？那你给他一个手机嘛，送给他一个旧手机，旧的，你不要的。你心里这个不要的。你他的手机我看一下再说。你刚才说好了，你还说，嘴巴里面累不累嘛？你头疼不头痛，现在就是说话太多了嘞，累了吧？给他电话，比如说关键是我心里很难受，我二姐把我新的那个拿过去了。来老鸭家里，老鸭在煮面条的，他们烧的木头，房间里热得很。这是老鸭的妈妈的，他们今天都来这里住几天，然后可能要去波密的。我看一下。你看了就没有拍了嘛？哎呀。电视台怎么样的？
今天去前面的雪山，他们打坝村叫亚龙冰川，主要是那几座山峰啊。我已经等了很多，半个多月，快1个月了，也回了过拉萨。现在今天算是天气好了，上面但是云太少了，月亮也不在位置上面。因为现在可能是4月份吧，今天10月28号了，所以说能拍一点算一点吧。然后秋天的时候可能还要过来一趟，所以可惜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季节那个日出总是不太红啊，颜色不够鲜艳呢。但这个也没办法，我不可能左右大自然，让他们可能地球离太阳的距离还是有点远吧，角度大的关系。出来了以后只有一点点金黄，然后就变成白的了。或许是我的肉眼的关系，肉眼把色温已经调整了。我不知道。这是几座老房子，基本上95%就是保存着原来的样子，因为这里原来是不通路的，他们建筑材料也运不上来，全部用石头和树枝搭建的。